总会长欧坤啊，吴正坤，欧坤也来到现场，谢谢啊，我们的刘耀仁艺人啊，刘耀仁艺人已经离开了哈。来，咱普阿虾搁来吹落去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陈浩天，陈召集人。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喜欢讲普通话，所以需要一些准备。然后我准备了很多，不过还是不要讲那么多了。刘主席，大家贵宾，台联的志工成员，大家好。非常谢谢台联邀请我来到这边，因为台联毕竟是一个台湾的组织，其实它不需要去顾虑其他地区，例如维吾尔，例如西藏人，例如香港人，但是台联还是把我们请到这里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，台联其实是有一个国际视野，然后有一个宏大的目标，不只是停留在台湾里面，还是向国际去看。台联的目标，我相信是更宏大，这是要对抗一个威胁。这个威胁不只是威胁到香港、台湾，还是威胁到整个世界。然后台联要对抗的，跟我们要对抗的，就是21世纪最大、最邪恶的共产国家中国。现在美国已经转向了对中国的政策，以前就是要监视民主中国，但是我们看到它已经变得强硬，台湾将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就像今天，新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， 他的主张就是台湾入联，然后派出美军在台湾守卫第一岛链，然后是非常支持台湾，对中国非常的强硬，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美国快要设立一个包围网，围堵中国。我们台湾、香港、维吾尔、西藏、日本其他地区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我们要成为这个包围网，围堵中国。因为中国是危害整个世界的文明跟自由。也在这里，我也有劝告台湾人一定要小心。20年前，我们香港被迫接受了1国2制，但是呢，这个1国2制其实就是一个殖民地。现在香港已经是一个殖民地。在97年以后到现在，已经有100万的中国人移民到香港。去侵蚀我们的人口，然后推行普通话教育，推行爱中国教育，推行国歌法。如果你不认真唱中国国歌，你就会被抓。我认识一个女生，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，她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，曾经在英国留学，她未来要当一个教师。那现在呢，她在监狱里面，她要坐牢，坐3年。3年，为什么呢？在2年前的旺角鱼蛋革命里面，这个女生被警察抓着头发丢到墙壁去打，打完以后告她暴动罪，然后她现在要坐牢坐3年。香港已经沦为一个战区，我们非常需要台湾去支援，台湾是我们的后盾。在未来，我们面对非常强大的共产中国，我们要团结。希望台湾人你们能够支持我们香港人，还要支持其他地区。台湾的角色非常重要，希望你们不要轻易的退缩，因为你们在东亚地区是非常重要。我不能再强调多一次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，请台湾人加油！台湾独立，香港独立，台湾独立，香港独立。谢谢大家。